就是一个是预想，就是第一个是大家可能很少看到有人一边摇雪可一边弹钢琴，然后很不好意思，就是我们要求他做这种很不符合人体工学的乐器演奏法。那还有一个很厉害的鼓手叫杨明，然后我相信大家都不是我相信啊，大家可能都有看过那个赎命的表演嘛，有人知道赎命吗？哦，那杨明打鼓是如何的厉害呢？就是很久杨明他从好像大学的时候就跟赎命是有合作，然后其实我也是之前跟赎命有很长一段时间合作，然后就一起表演这样。那杨明他厉害的地方就是以前大学的时候，赎命就会打电话给杨明说，杨明我们要表演呢，你要不要来看表演啊？然后杨明就说好啊，然后赎命就会说，可是你要在台上看哦。可能是时间大概，也许搞不好是下午4、5点，然后他晚上7点、8点的时候就去女巫店看表演，然后坐在台上看他们前面2个人在表演，然后叫打鼓这样，所以培养了一身那个非常即兴的能力。这个是我们这个鼓手很神奇的事迹。那大家如果还有在看赎命表演的话，就会发现就是杨明还有继续在合作，然后我已经消失了，其实是我已经脱离那个苦海。赎命就是整个非常需要即兴的人，他会在就是练团的时候是一回事，然后突然要表演的时候，表演前说，我想要做一首新歌，然后吉他拿起来就弹，然后说就是这样子了，然后就很苦恼这样。然后以前一开始会生气，后来都不生气，就拿笔出来把和弦写一写，然后上台弹一弹。对，后来终于找到一个脱身的方法。对，所以就是好，那因为我们有那个本事，所以杨明真的很厉害。